兄弟姊妹平安，圣诞恭喜！真好的天气吼，互咱通礼拜再去，大家欢喜着跳，恭祝圣诞，咱来到圣殿来遮敬拜而乐，领受主耶稣对天降生迄个欢喜，伫咱的生命中间，请咱来锻炼圣诗92首，圣诗92首。 第一节，请来重新相度，快乐定义向前。请来，请恁来，欢喜告别离乡。来跳起出，天顶君王出世。 请来大家敬拜，请来大家敬拜，请来大家敬拜，我做基督。咱过来看隔壁首91首，圣经耶稣对天降临。 耶稣要对天降临，为咱世间有罪人，天顶地开下来耶，我路上主家罪难人，哈利路亚，路最下。 天白切伊都是圣家，为我罪孽放下性命。天白上帝真正是听。咱过来看一首218首，今日有洗礼，有圣餐，有圣餐礼，请咱来看218首。咱确定。 守圣餐的时阵会先吟这首哈。主我的救恩，爱见你的面，对接受物件来甲主相亲，愿见过相守。 去掉你仁爱，将一切忧伤交托你手来。请咱平安心来礼拜。
收拾咱，伊要负担国政，伊的名称做智也无私，全能的上帝，永远天地白，和平的人君，就是大面的宝座甲伊的国，对今到永远，万岁老百的热心，要食这个事。 咱要欢喜来唱歌学乐，请来掀开圣诗92首。圣诗92首，请来忠信信徒。圣诗92首，请咱起立。请来忠信信徒，对各类乡亲，请来请恁来欢喜告别，你去。来着基督，天顶君我出世，请来大家敬拜伊，请来大家敬
请咱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白。使徒圣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者，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领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就天，今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信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国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交读启应文，请咱掀开信息后壁面，启应文33篇。启应文33篇，我来刻，请正会众来印。恁究竟要将治罪比评上帝？恁也目看顶面，照小目带遐个万军出来，因为伊个大权能、大气力。雅各啊，你写书讲。我的道路稳踏伫耶和华，你敢袂知嘛？你敢袂听见嘛？伊无野，也无善，野善的伊互伊能力。少年人也会野为善，勇壮的人也会跋倒。伊要亲像迎接天色飞悬，同心来祈祷。这是荣耀懊恼欢喜的日，听人认为的主上帝，愿感谢你施落大慈爱，你将拯救的恩典通过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带予世间人仰望。耶稣来到世间，踮伫阮的中间，带来上帝你丰富的恩典甲真理，互阮拢会通白白得到救赎的大恩典。主，你是真光，主，你是生命真理。求你，互阮有你的生命，将你的真理展现出来。主，你是平安的君王，求你将你真正的平安赐予阮，常常引带阮，互阮通得到顶头换新的生命。亲爱的爸上帝，当阮伫咧欢喜迎子庆祝圣诞节的时，我嘛要用谦卑悔改的心，审察家己是毋是行伫你真道的顶面，是毋是明白伫教会甲阮每一个人所着尽的本分甲使命。求你坚立阮所做的工，互教会伫福音的事工顶面，拢是倚靠你的大气力来进行。求你加添气力互阮。互阮会通借着你所赐的材料来成就传福音的使命，互阮的生命成做你的见证。今仔日去庆祝圣诞的主日，意义是咧纪念耶稣道成肉体降生伫世间。今仔日嘛是救恩的日，有利安甲嘉欣伫众人的面前要承认接纳主耶稣做因的救主。求主赐福保护因，
今仔日嘛是承接责任的日子，各团体会长干部愿意付出因的心力，为各项事干尽力，求主赐因智慧甲气力，感谢主的大恩典，想事逐项水阁好。今早起，牧师的传讲以及诗班早起的学老清唱，兄弟姊妹领受福音，拢要交伫你的手。愿用心学老，献上感谢，嘛要用心灵甲信心来敬拜，荣耀归上帝你的名，归荣光互听愿的主宰。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免。诗班带咱来圣诞学老，有5条的诗歌，咱的周报有页歌词，咱会使一面听一面来看。第一首活开运行有一首歌，第2首对先知有应允显明，第3首快乐的歌，第4首星神有哪叮当，第5首安慰甲快乐。对古早的时，先知就用以赛亚来降临的应允来鼓舞世间人。因讲起有一位大君王，要用公义甲智慧统治这世间，最后带和平予世界。毋茫存伫正理性的心内，因点入期待先知的异象甲上帝应允实现的生活中。总是因所期待的，却是几若世纪无声无影，百姓的信心伫大梦中摇带，因就超退福音的路，虔诚的人志意祈祷，较无伫暗暝内听见上帝的声。啥时上帝才会恩伊的百姓出声讲话啊？啥时以赛亚才会来临啊？一款无声无影的状况，啥时才会结束啊？当圣神的活开运行伫百姓中间，提醒因上帝应允得要实现了，就是出对圣经所宣扬大欢喜的好消息。恁的上帝耶和华伫恁中间，就是全能的拯救者。伊要因为恁欢喜快乐，伊要因为听恁来静静，搁要为欢喜恁来唱歌。
当祈祷降息的时阵要到迄时，百姓对上帝的话超找安慰，因原看暗暝的星星，毋望得到主感的日子，分了条毛。有一粒星要对雅各做，有一个官兵要对以色列兴起。因有记哩上帝捌怎样将因对黑暗的过去抛放出来，因就开始向前，较无得到全新的和平甲平安。耶和华是我的光，是我的拯救。百姓可能毋望向前观看，也开始相信一个新的日子就要来了。起来啊，发出光，因为你的光已经
世界传播快乐可消息的旅程。请听路加福音记载，互人聋哑的事。上帝差遣天使甲要到加利利的一个叫做拿撒勒的城，就问一个在色女，是已经定着互大逼家的一人，名叫约瑟。这个在色女名叫玛利亚。天使入去对伊讲：你着大阮的人啊，平安，主甲你同在。玛利亚不知聋哑伊的话，想这个请安是甚物意思？天使甲伊讲：玛利亚，无得惊，因为你得到上帝的恩典。当你要怀孕生囝，就甲伊号名叫耶稣。伊要做大，称做至怀的囝。主上帝要用伊的祖大爸位互伊，伊要做王，伫雅各的家到代代，伊的国也无穷尽。玛利亚讲：我是主的女婢，愿照你的话应验于我。就安尼，玛利亚甲约瑟开始行伫互人真恶得伤心的旅程。因是单纯的百姓，却着负担超越的使命。因受拣选，成做上帝手赐恩典，互世间人的器具。因无惊吓，充满信心，遵坦上帝的使者对因所指示的代志。因做伙准备家己来迎接得要来临的圣囝基督。请听圣经所记载，约瑟的细汉属伫大毕的家，所以对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去犹太，
声无影、甲痛苦哀伤的季节已经过去啦。约瑟甲上帝所赏赐的囝，无名叫耶稣。这个名要超越一切的名，伊要成做全世界的救主。无偌久，这个新热的消息，要成做改变世界的奇妙作为。真紧，大欢喜的好消息就通过快乐庆祝的声，充满伫暗暝的穹苍。对路加福音，咱要听到这个记载讲：你地方有各样的住伫山里，年是周天顾因的英魂，主的天使徛伫因的身边，主的阳光为雷照因，各样的大惊。天使甲因讲：无必惊，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互百姓拢有份。因为今仔日伫大必的城，已经为着恁生一个拯救者，就是弥赛亚。你要看见一个婴仔用布包，困伫昨年的，这个就是互恁做记号。忽然有济天兵甲遐个天使三甲天地，学了上帝讲。日极欢喜为阳光归于上帝，地就和平伫以所欢喜的人的中间。
咱来看圣经，请来掀开圣经，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2章。马太福音第2章，咱要对第1节看到12节。今仔日是一长的礼拜，所以我会用台语甲华语各读一摆。马太福音第2章1节到12节，咱三角来听。当希律王的时，耶稣已经出世伫犹太的伯利恒。有几内的博士对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讲：出世做犹太人的王下伫倒仔倒？因为阮伫东方有看见伊的星，才来要拜伊。希律王听见就背北，同耶路撒冷也是安尼，就组织政治师头甲百姓间的经学士，问因基督着伫什物所在出世？因甲伊讲。伫犹太的伯利恒，因为先知有记载讲，犹太地伯利恒啊，伫犹太遮的头人中，你拢毋是第一世，因为有一个人君对你出来照顾我的百姓以色列。对安尼，希律暗中调博士，对因详细查问迄个星出现的时，就找因去伯利恒，讲。恁去详细探听迄个婴仔的事，找着就来甲我讲，互我会通去拜因。听王的话就去。忽然东方所看见的星最头带因到婴仔的所在，就歇伫迄顶面。因看见迄个星，欢喜甲袂顾得。入厝看见婴仔甲伊的老母玛利亚，就拍落拜婴仔。开因的宝盒，献礼物互伊，就是黄金、乳香、蜜药。搁伫困梦中得到指点，教因毋通倒转去就近希律，就对别条路倒去本所在。我用华语来念一遍《马太福音》第2章1至12节。在希律作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学之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全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基督该生在哪里？”他们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统治者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于是，希律暗地里招了博学之士来查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派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找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了王的话就去了。忽然在东方看到的那颗星在前面引领他们，一直行到小孩子所在的地方上方就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非常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出黄金、乳香、没药，就作为礼物献给他。因为在梦中得到主的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他们就从别的路回自己的家乡去了。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平安的道路，平安的道路。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向左右邻居好，后面圣诞快乐。圣诞快乐。线上的弟兄姐妹，圣诞快乐！我们同心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再一次的召聚我们来到你的圣殿，欢庆圣子基督的降生。这大好的消息将改变
我们的生命。也愿我们透过今天，不管是圣歌队讲道，以及整个礼拜程序，主你的恩典临到在座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今生都能够走一条平安的道路。我们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有道是时代造就英雄。上个礼拜晚间全球疯足球，在阿根廷与法国的冠军赛中，阿根廷的主将梅西，牧师神学院的同学叫做杰西，因为我那天也穿了一件梅西的阿根廷的衣服在看足球哈。阿根廷主将梅西在他足球生涯当中的拼图当中，他在那天晚上完成了他的拼图。他感谢上帝，他知道，他深信他每一片的拼图，上帝都在掌权。上帝不只在他得胜的时候掌权，上帝也在他失败的时候掌权。所谓胜败乃兵家常事，一位优秀的职业选手就是要如此的砥砺自己。当他获胜的时候，他要谨慎安排下一个阶段的训练计划；在他失败的时候，他要记起教训，他要去分析调整自己的一个状况。对一个未信主的球员来说，他所仰赖的是他的天分、他的机运，甚至是他很强大的自主管理。可是，一旦面对失败的时候，他的内心很容易就被动摇了。但是对一位基督徒来说，他所仰赖的是上帝。他知道他的天分、机运与坚定的意志都来自于上帝。即使他失败了，属于他的那一片天还在，因为上帝就是他的天啊。因此，当许多人在追着梅西后面跑的时候，梅西不会因为万人敬仰而他迷失了自己。他知道他是谁，他属于谁。他知道他是为了上帝而活着，不是为了世上的名声、地位活着。讲到受万人敬仰这件事，在我们今天利坚长老所读的经文当中所记载的那位希律王，可是在那个时代是当之无愧啊！请大家留意牧师所说的“万人敬仰”这个词，对希律王来说，其实是一个相当讽刺的一个说法。这位犹太地区的王希律，他是一个为达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的人，他是一个表里不一、生性又多疑的狼啊！他可以为了自己政治的目的，为了讨好犹太地区的宗教领袖，他可以轻易违背自己的信念，表里不一，在耶路撒冷重建一个富丽堂皇的圣殿。这重建的工程旷日费时，直到耶稣基督30岁出来传道的时候，才全部完工。所以犹太人才会说，这个圣殿用了46年的时间才完成。耶稣的门徒也曾为了这个圣殿很惊叹不已啊。然而，希律王之所以会受到万民敬仰，纯粹是因为他讨好犹太人。许多犹太人成为既得的利益者，或者更正确的说，是没有人敢得罪这个王啊。当时罗马帝国有许多辉煌的建设，四通八达的交通网路就是其中之一，所以才会有所谓的条条大路通罗马。这样便利的交通也让保罗与使徒们可以很顺利的将福音传到欧洲。便利的交通也让几位博士，这位星象学家，能够从遥远的东方寻机而来。但他们所要参拜的，竟然不是当时万人敬仰的希律王。这几位博士
一进到耶路撒冷，劈头就问：犹太人的王在哪里啊？这几个博士在老虎嘴上拔毛。犹太人的王除了希律，还能是谁呢？这瞬间挑起希律王在政治上敏感的神经啊！希律的内心非常的不安，因为他所建立的城堡都是靠自己的诡诈与机运。希律王的不安，连接了此刻耶路撒冷全城的人都心里也不安，因为他们心中没有上帝。希律王的喜怒哀乐牵动了所有耶路撒冷人的生活，没有人可以预测这位生性多疑、乖张暴力的希律王接下来会做出什么让人无法接招的举动。但这几位博士好像吃了定心丸一样，虽然处在一个危机四伏、诡谲多变、人心惶惶的氛围里面，他们一点都没有受到影响。一边是还没有认识上帝，也不知道所谓的犹太人的王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存在的博士们，一边是理当敬畏上帝、迎接救主基督却认节作父的犹太人，已经虚情假意重修圣殿的希律王，这样两组的对照显明的摆在我们的眼前。心里有基督的就有平安，心里没有基督的就没有平安。希律王使出他常用的两手的策略，他假情假意，他笑里藏刀了召见博士。这些博士在表面上似乎得到了希律王的支持，却不知道希律王的盘算啊。根据他们的专业，循着他们在东方所看见的那颗星，很顺利就找到耶稣。这几位博士没有多想，就俯伏敬拜耶稣，献上他们所准备的礼物。这是一个很令人匪夷所思的一个画面。几位学有专攻、成功的跋山涉水，又经希律王授权的人物，竟然对一个小孩子行如此的大礼啊！一点违和感都没有，因为他们的心中有基督啊！今天的经文第12节是一个转折相当戏剧化的一节。这些完成使命的星象学者，他们正打算走原路回去，将这大好的消息回复给希律王。可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他们在睡梦中得到主的启示，如同上帝也曾多次启示梦境给约瑟。弟兄姐妹，我们都做过梦，是否能够确定哪几次是上帝对你的启示？又或者哪几次是你自己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甚至呢，是我们在做白日梦。当初这些星象学家，他们不是为了希律王而来，所以他们自然不用把希律王的话当一回事。即使他们在希律王的面前有承诺过，即使所有的人都不敢违背，甚至想趁机巴结希律王的时候，但在宇宙中掌权的那一位，比希律王要大得多啊！这轻重缓急的次序，早就在博士们的心中了然于心啊！因为起初上帝让他们看见那颗明亮的星，他们受圣灵的催逼与驱动，从东方要来寻找耶稣。之后，上帝在他们的梦中向他们启示，指出有一条有违常理，但却是平安的道路。这一切的一切，他们领受，他们相信。虽然不确定对他们来说有怎么样的意义，但在这些博士们的心中，
始终存着对造物主的敬畏啊。这些博士们，他们存着对造物主的敬畏啊。每年到了年底，都会票选当年度的代表字。今年2022年，台湾网络上选出了3个代表字。第一个字涨，什么都涨价，就是心字撑。在疫情时代，人撑得久，撑得过去了，就赢了。第3个字，大家应该知道，士绅。骗，这个好像每年都有骗，诈骗手法层出不穷。我们稍一晃神了，我们就会后悔莫及。即使在这么充满不安定的一年当中，我们建成教会仍然处处充满的神迹啊！上帝平安的道路不断向我们展现，在见证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当中的锚啊，紧紧的将我们如同海上的船固定住，让我们即使在混乱的当中，仍然有平安啊。以下的见证是芝梅牧师的见证。这个讲道篇，芝梅牧师在礼拜2就写好了。牧家3个孩子都确诊过，老大子瑜是青少期的辅导，却在暑假青少期办夏令营的前一天确诊。当时密切接触者、同住的家人都还要一并居家隔离、自主管理。顿时之间，他的妹妹会长跟牧师也都无法参加协助。后来老三子爱在台北中会教社部举办净滩活动的前一天确诊。整个中会有大概430位参加净滩，因为我是统筹整个办理的部长，因为要居隔自主管理，我也没办法参加。最近我们家老二子群在礼拜1确诊，牧家再一次的拉起警报。但是在每一次的居隔的当中，上帝的道路从未受到阻碍。不论是青少期的夏令营，还是教社部年度的净滩活动，都顺利的圆满落幕。期间虽然被迫居隔，3番2次面对病毒威胁牧家，还有所有参与服事的同工及弟兄姐妹，虽然难免会有短暂的混乱，但从未惊慌忧虑啊。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心中有基督啊。不是再讲一遍，咱基督徒上无同款的是，因为咱心中有基督啊。我们相信主所带领我们走的那条道路，必定充满平安啊。今天本是芝梅牧师的讲道，怎么知道他在礼拜4的时候身体有点微恙，他就快筛，然后就确诊了。芝梅牧师是我们建成教会我们所敬爱的主任牧师。每到这个大节日的话，一节牧师就做我关怀，我在那边看头看尾。像刚刚我们就觉得有点混乱，还感谢那个金会长老有些长辈比较晚到，都没有人去帮忙那个我大节日我就是顾门的坐那个位置，我就做这个工作。整个圣诞节今天有主持圣礼典、洗礼、坚信礼、团契会长干部的就任。他本来诗班还有独唱、妇女团契还有演戏。明天我们敬爱的玲玲姐的告别式、入殓火化礼拜，本来她都要主持。牧家再一次的拉警报。
但是我们相信，上帝的道路不会受阻碍的。这枚牧师现在在线上跟我们一起做礼拜，也感谢弟兄姐妹们都陆陆续续在关心。其实他的症状真的很轻微，也感谢主保守我的身体，让建成再一次的经历了2个人总比1个人好。有2个牧师真好，有没有？怎么不掌声鼓励一下？其实建成有大家同心合意，彼此相爱，才是最好的。也让我们在圣诞的节期，我们一同经历上帝的恩典，一同经历神迹，一起携一手，我们来走那条平安的道路。最后，今天我们要在这里共同见证一位姐妹李嘉欣的洗礼。嘉欣高中的时候来到建成，信仰的扎根，因为他准备大学要前往美国去就读。如今他特别在今天，他从美国回来，回到自己的属灵的家，回到这个造就他的家来受洗。以及另外一位弟兄立安的坚信里，我想在座的人都看着立安长大，已经等他等很久了。他们成长的过程相当的不一样，但却同样因着圣灵的感动与催逼，在上帝所定的时间来回应这美好的救恩。他们的人生的路还非常的长，也都将面对不同的挑战，但只要他们的心里面有基督，牧师再说一次，只要他们的心里面有基督，相信他们在任何的时刻都能够像这几位星象学的专家一样，走在上帝引导的那个平安的道路上面。接着我们继续借着圣歌队的献诗，我们跨越时空，我们共同参与在东方博士寻访耶稣、匍匐敬拜他的旅程。诗班要继续用3首诗歌来带领咱。主神灿烂强冲，来吟快乐圣诞歌，大欢喜的好消息。将继续宣布这个大欢喜的好消息，来说一粒新搁灿烂的启明星来显明上帝的荣光甲尊贵。这粒灿烂的星辰，就是要互人知，天庭的日日古早的应允，就是神圣的真光要降临世间非常明显的地步。这粒灿烂全新的启明星，会引出侪侪东方市上专家的好评甲奖赏，当咱着马太福音的记载。记录龙的时，耶稣已经出世伫犹太的伯利恒。有几来博士对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讲出世做犹太人的王的伫倒落？因为阮伫东方有看见伊的妻，才来要拜伊。
头带因，到婴仔的所在就歇伫迄顶面，因看起迄粒星，欢喜到袂哭哩。入厝看见婴仔甲伊的老母玛利亚，就拍落拜婴仔，开因的宝盒，献礼物互伊，就是黄金、乳香、没药。耶稣世间人的救主已经出世了，所有上帝所应允的，已经伫基督完成了。因为伊，咱拢通出大声讲，阿门。伫基督，上帝的大眼光已经完全显明了。这就是有关耶稣基督弥赛亚的大好消息，也即个福音要真做对世间万人的见证传播到通世界。那咱就伫这两个中间做上帝恩望甲喜乐的器具，愿伫咱一切言行举止，拢会活出伫基督的喜乐。
大欢喜的好消息，报大家知，耶稣已经为着听降生伫世间，互咱愿望。哈利路亚！请咱来吟回应诗，圣诗91首，圣诗91首。圣囝耶稣对天降临，请咱起立。圣囝耶稣对天降临，为咱世界有罪人，天顶地开声来迎，我路伸出正多咱人，哈利路亚，路最响，地北吹伊都是神经，为我罪人抹洒生命，地北上帝真正是听。耶稣降生本要做咱，无嫌地就秘密所在，天君天使做甲好好，好听高见流传万代，哈利路亚，路最响，地北吹伊都是神经，为我罪人抹洒生命，地北上帝真正是听，降生迄暝光也无情，大家就记过伊有阮，天使降临保伊赞扬，去看救主面貌温顺，哈利路亚，路最响，地北吹伊都是神经，为我罪人抹洒生命，地北上帝真正是听。主消息传到东方，也有朴素也包括天。主现今赐记真光，你是最强也来拜伊。哈利路亚，路最响，地北吹伊都是神经，为我罪人抹洒生命，地北上帝真正是听，救主降生听人拢知，伊是真理我命道路，听咱的告路，一路不可信靠咱主耶稣，哈利路亚，路最响，地北吹伊都是神经，为我罪人抹洒生命，地北上帝真正是听。阿门。请坐。咱来主持圣礼典，牧师来宣布，
各位弟兄姐妹，请注意听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话。他从死人中复活之后，还未升到父上帝右边之前，有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看哪，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世代的终结。请今天要接受洗礼的李嘉欣姐妹来到台前。嘉欣，你当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你若愿意在此为着之前不信认罪悔改，在上帝与众人面前宣认你的信仰，并接受洗礼，4个圣礼就会成为你的罪得到完全洁净的见证与印记，并从圣灵得着重生，与基督连结。接下来我们来誓约，牧师会问嘉欣你3个问题。嘉欣，你相信上帝是你的天父，基督是你的救主，圣灵是你的保惠师吗？第二，在上帝面前，你有诚实悔改你所犯的罪，也相信耶稣基督必救你脱离一切罪恶的权势吗？你相信吗？你愿意依靠上帝的恩典，尽心尽力服侍他，成为基督的门徒吗？李嘉欣，我用水给你施行洗礼，让你归于父、子、圣灵三一上帝的名。阿们。牧师来宣告：嘉欣，你已经宣认你的信仰，并接受洗礼。我靠着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的名，并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建成小会的权柄，接纳你为本堂陪餐会员，有份于圣餐其新约一切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全能慈悲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这个圣礼接纳嘉欣进入你的教会，愿圣灵充满他，在他遇见试探的时候，能得着你全备的保护；在他面对考验的时候，能坚定于你不动摇。愿你的智慧与能力扶持看顾，让他不论未来身在何处，都能安稳行在你恩典的道路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来，嘉欣请起，我们请小会员来接纳。来，转过来，很感动，恭喜。我们教会有一个成人洗礼的证书，姓名李嘉欣，出生主后2001年8月28号，在主后2022年12月25日，本教会奉父子圣神的名给嘉欣行洗礼，并接纳他为本教会的陪餐会员。此证愿上帝赐福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北中会建成教会小会议长黄之梅牧师。
亲朋好友、妈妈、爸爸、家人。可以。好，我们先等一下哈，那个因为嘉欣哈，我们现在有直播啊，嘉欣有在美国的朋友啊，有美国的啊什么，马来西亚、中国还有哪里？好几个国家的那个哈，我们跟他挥挥手，他们在上面看哦，他们在庆贺。好，请就位。教会青少系有准备吗？啊，教会青少系哦，来，嘉欣留步，嘉欣留步，哎，嘉欣留步哈。来，首先是我们的舞蹈老师，对不起。好，把它带下去啊。接下来，我们请要接受先信礼的钟立安弟兄来到台前。立安是中中级长老及喜进会长老的儿子，在他们出生刚满月不久，就由父母带着他们在建成教会接受洗礼。立安从小在上帝的恩典与保守之下成长，如今他已长大成人，他要借这个圣礼，在上帝与众人面前亲自宣认他的信仰。立安，你从幼小时已经接受洗礼，领受上帝的恩典与祝福，早已属于基督教会的一份子。因着上帝的恩典，如今你已有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当在上帝与众人的面前承认你父母替你所宣认的信仰，并重新立志誓约。接着你要诚实回答牧师所问你的问题。这阵子牧师陪伴着立安，每个礼拜四在社青聚会前我们有1个小时的会谈。立安每一次的会谈都痛哭流涕啊。牧师调整一下后面那个不然一直有杂音哈。
利安，你相信上帝是你的天父，基督是你的救主，圣灵是你的保惠师吗？我相信。哇！利安，在上帝面前，你有诚实悔改你之前因信心不够坚定所犯的罪，也相信耶稣基督必要完全的赦免你的罪吗？我有。哦，牧师有点利安，你愿意依靠上帝的恩典，尽心尽力服侍他，成为基督的门徒吗？我愿意。牧师来宣告：钟利安，你已在年幼接受洗礼，这时候你自己在上帝与众人的面前先认你的信仰。我靠着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的名，并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建成小会的权柄，接纳你为本堂陪参会员，有份于圣餐及新约一切的恩典。我们同心祷告。全能慈悲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利安还在母腹的时候就保守看顾他，拣选他成为你的儿子。感谢你在他彷徨的时候，你不离不弃的引导他。在他悲伤、痛苦、失落的时候，你安慰他，守护着他。感谢你让他有份于教会的团契，在信仰上得到培养与帮助。这个时候，利安站在你的面前，我们相信你已经完全赦免他，并用无比的恩典接纳他，环绕着他。我们在此同心祈求，求主你赐下智慧与能力，继续保守利安，让圣灵的大人天天引导他，走在你平安的道路上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样哈，有利安连照片都很特别哈。哎，我们先接纳哈，来，小会员接纳一下哈啊，这些都看他长大的长辈啊，哎呀，妈妈哭得比他还凶啊，哦，哎，来，哎。好，坚信你的证书，牧师来读。姓名钟利安，他在主后1992年10月20号出生，小儿洗礼是在主后1992年12月6号。受洗的教会建成教会，受洗的牧师吴文雄牧师。他的坚信礼是主后2022年12月25号。成为本教会为陪参会员钟利安，在上帝和众人面前告白信仰，经小会接纳为陪参会员，此证上帝赐福。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北中会建成教会小会议长黄之美牧师来，来，小会员先照一张哈，来，牧师这个划掉了哈。太激动了，你们要提醒我。你亲友团哈。外婆这今天特别从清境农场下来哈。哦，来，还有爸爸。阿嬷盼了好久了哈。哦，哇，钟长老的乖囝哈。哦，来，一起来。来。
好，那个丽安的女朋友也上来，来，丽来，一起来。啊，来。阿嬷先下去哈，阿嬷先，阿嬷跟。哇，社青也是亲友团了哈。我们社青每个礼拜四晚上哈，他们都聚在一起哈。好来。哎，社青的还要上来吗？社青的。社青要不要一起合唱？好来，好。社青姐合照了，大家都是一起陪伴立安成长茁壮。啊。第二排，哎，我们再上来。哥姐姐们，他们一起长大了。啊。啊，从小一起长大的那个宇翔晚都再上来了，宇翔晚都哎。他们了，好，他们了。有什么关系？你怎么那么奇怪啊？我们照相要不一样，1、2、3嘛，1的动作，2动作，3，来，1，好的，好。牧师，以前牧师现在知道，主任牧师不好当。我现在已经非常的乱了，所以我一直听到黄之梅主任牧师。防疫期间，我们小会员们我们都会很慎重哈，请大家不用特别担心啊。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你呐，属伫伊教会的陪餐者，三甲来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归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我是活命的饼，就cùng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大，就cùng我的人我决断袂去杀因。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伫地。所听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昔日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就是主耶稣奉袂迄暝有摕饼祝谢来背伊讲，
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嘛，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室里个。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摕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大仙，咱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求你找信心来信别阮，也信别这个摆伫你面前所手持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惠，对伫你的恩典的帮赞，会通成做阮属灵的朋友，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请服侍的长老。今天我们很多亲朋好友来参加，如果你已经受洗的弟兄姐妹，和主一起来享用主的圣餐。主耶稣也向在场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叩门，愿透过我们今天的洗礼，我们今天的献信礼，能够打开你的门，也让你能够来接受这个福音，这个好消息。主的身体，这主耶稣的辛苦，这主耶稣的身体，这主耶稣的辛苦。
这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行咧来纪念伊。咱三个来享受。食了后嘛，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约，是主耶稣会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呢来纪念伊，请服侍的长老。这个杯是新约，是耶稣基督会设立的。你若啉的时，就安尼来纪念伊，咱三个来享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
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伫咧，咱三角来祈祷。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我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真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国的后裔。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遍奉献阮本心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煞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即个圣洁的交通，对单到后会通荣光你的名，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碟，请咱准备心来奉献，请东方佛西的。起立。
请坐。即日咱要来举行明年度干部的就任，请各团契会长干部、主日学校长、圣歌队的队长，请咱出列来台前。请上年团契美林执事，请妇女团契叶玲长老，请圣歌队队长钟琴执事，乐团的团长廷一，琴瑟团契幼师，社青团契会长佩瑜，青年团契会长志宏，少年团契会长子爱。青少年团契辅导定性甲子瑜，欢迎各个团契会长、辅导来到前面。佩玉呢？季红确诊了，还有凯华。你们就陪牧师划转一下。教会的团契会长干部其实是整个教会，实现肢体彼此相爱非常重要的。刚刚我们讲的那个嘉欣也是在2018年吧，一个暑假的时候妈妈千惠就打电话给牧师然后他们就来到教会，那也是青少期陪着他一起来成长，建立信仰。那在去年妈妈就先受洗。也一样，也是在圣诞节的时候，然后隔1年换嘉欣其实是很感动的连牧师今天的心里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很多的神迹奇事恩典你们不一定会那么清楚，但是其实牧师都知道得很清楚，所以也绝对都不是偶然的。那立安也是，立安在离开教会一段时间在浸会长老的鼓励之下。重新再回来到礼拜四，他说立安说，我答应妈妈了，我就会做到，不管怎么样，他再累，他礼拜四他都一定会来到社青团契，从一开始跟社青他并不是一群很熟悉的只有几个，但是在当中我们透过分享，我们透过上帝的话，我们彼此有很好的一个成长。好，牧师要问以下2个问题，你们一定要从心里面很慎重的来回答。第一个，在座的团契会长、队长，你们领受这职分，你们有确信这是从上帝来的呼召，有或没有？有。那你再说一下，等一下可以再大声一点哈。第二，你们领受这职分。你们要倚靠教会的头耶稣基督，单单尊他做主，来尽你们的职务。你们要这样行吗？牧师来宣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建成堂会小会的权柄，设立你们做本会的团契会长、队长、干部。你们当谨慎你们本身的行为，你们的所作，你们的言行，尽力做主的工，来荣耀上帝。阿们。
我们同心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拣选这一群站立在你面前忠心的同工，让他们愿意回应你的呼召，一同接力建造教会。愿主赐下智慧、能力与灵巧，来完成主所托付的一切。圣愿圣灵保守带领他们，在各样事上经得起考验，成为无愧的工人，能蒙你的悦纳，荣耀你的圣名。阿门。好，我们请转过来哈，让我们小会员也来跟他一起合照一下，来。好，好，我们小会员来后面好了。等一下介绍一下这哈，好，盖小姐的哈，长辈，这枚张拿来。好，爱心，大家有点严肃哈。来，我们会众鼓掌，我们呢来恭喜他们。哎，还不要走，还不要走哈。以前都证书哈啊，弟兄姐妹其实大家并不是很喜欢哈。我跟志梅牧师哈，我们特别的去挑选了那个龙兴教会他们建堂的义卖。好，有赶上，有赶上啊。哎，再照一张。来，牧师特别不一样接纳，来，来，来。好，再鼓掌一次。这个是龙兴教会他们建堂他们的义卖啊，薰衣草的啊这个香皂啊，那送给每个团契会长哈，好来，我们一个一个介绍了哈，我们从这边哈，廷一乐团团长，掌声鼓励。翁定信青少辅导，我知道，青少系辅导来。子爱少系的会长林子爱，哦，大家给他欢呼哈。主日学校长石凯华，妇女团契会长吴雅玲。青少系的辅导，子瑜，社青的会长佩玉，而我们新一代的琴社团契不一样了哦，琴社团契的会长蓝佑书，哦，松年团契的会长张美玲。森哥，好，最帅的森哥队队长，好，钟琴，好，我们拿这个拍一个照哈，好来，我们期盼我们每一次以后，不管就任或者是父亲节、母亲节的礼物，我们都可以哈，透过礼物可以帮助一些教会。好，谢谢，请回座。学师做事工，学师对人必须要付出心力甲时间。愿主祝福这个会长，互因有新的快乐甲勇敢的心智。愿上帝祝福因得救的灵魂拿给天。这时我来报告，请咱来看周报。
教会消息，本主日是圣诞节赞美礼拜，对圣歌队乐团的代表以及牧师点到这6节基督的节，世界的光，咱来学罗以马内利恩典带来全人类的新的生命甲更新。今仔日礼拜举行赞美礼拜，恭喜李嘉欣姐妹接受圣灵的洗礼，宋立安兄弟完成更新礼，两位拢接纳本堂陪参会员，愿主基督的恩典丰富因未来的每一天。本主日举行明年度团契会长甲干部的就任，感谢退任的会长这年来甲主同工，协助牧师长职建造教会，也愿主继续带领新的会长甲卸任的会长干部，同齐心志，兴旺福音。今仔日礼拜煞了后，咱有爱餐，爱餐了后，咱休困到2点半的时阵，咱要举行圣诞的舞会。暗时5点半圣诞的暗宴甲摸彩，咱要伫马来亚餐厅，地址就记咧周报的顶面，伫南京西路即个所在，南京中安西路。中安西路迄个所在，咱照地址来去，咱较早捌去过吼，毋茫行毋对。我报毋对，咱毋茫行毋对。好，咱去到位的时阵，咱有排倒声，咱会当伫楼骹看你坐咧第几道，伫什物位置，咱会当去楼骹看。礼拜后总务部的同工要进行即个舞台的搭设，咧彩排的时间是为1点开始，表演的团契单位请注意家己彩排的时间，听候迄个听迄个主办单位的指点吼，多谢您。明年度第1季新眼光的手册已经送到1楼，伫招待岛，咱会使家己去摕。明年度主日爱餐的银现一单位3000块。若有意爱的，咱会当去楼骹来登记。过来具体消息的报告，明仔载上午10点，伫二滨至善一厅举行1000姐妹，就是浩志的妈妈的告别礼拜。火化了后，要安葬伫金宝山，咱若有时间的会当到参加。上午10点，伫二滨至善一厅。明年的1月11号上午10点，伫宜宾至善3厅要举行林戏院弟兄的告别礼拜。火化了后，要安葬伫台北慈恩园。要参加的，咱会当伫楼骹来登记。咱纪念咱的兄弟姊妹，因离开世间，咱真伤心，真悲哀。我想因的家属搁较难过吼，咱为因来祈祷，也愿主带领因。团契的消息，1月初5，明年1月初5上午9点半，上年团契要参加北中上年部伫艋舺教会举行36届年会感恩礼拜，请团契会当详细即件消息，会当参加报告。我介绍新朋友。对，咱要介绍新的朋友。好，我们介绍今天有很多的朋友哈，那我们就，浩志的妹婿，好，还有小孩，他们特别从美国回来，来在后面。来，我们再介绍一下嘉兴的亲友团来，哥哥大嫂。还有没有弟兄姐妹平常很久没有回来的？哦，00的朋友。英语的朋友来，请站起来。欢迎你们，欢迎你们。牧师都有注意，你们今天都在录影，你们在录影。还有吗？欢迎。3楼有吗？好。好，
以上报告，即时请来献开信息510首，510首，河路天顶主宰，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帮助甲扶持，对即日到永世真无尽。阿门。阿门。请坐。上帝平安赐快乐，愿上帝平安赐健康，愿上帝平安赐赐安慰，愿上帝平安赐望，愿上帝平安赐快乐，愿上帝平安赐安乐。愿上帝平安到为你，愿上帝平安甲你同行，愿上帝平安赐快乐，愿上帝平安赐健康，愿上帝。赐安慰，愿上帝平安赐望，愿上帝平安赐安享，愿上帝平安赐光明，愿上帝平安到为你，愿上帝。祈祷闭会。咱一楼有准备简单的爱餐，咱会当到一楼来享用。
诶，无，毋是。啊，真正是伊来伊一片车所去一片。109啊，含我。安尼8亿，110，110，110吼。